粵語有本字，彪哥話你知。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舐啡。呢個詞係咁樣寫嘅，其中個舐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LIE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漢書魚福志》裏邊有出現，原句係張公帶劍遮舐出入，意思就係講古代帝王出行嘅時候係會有一班侍衛隨行嘅，當遇到異常情況咯，呢班侍衛就會列隊拉弓戒嚴噶啦，唔俾外人靠近。所以舐意思就係列隊，而個啡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FEI 可以揾到。喺東漢說文解字裏邊嘅解釋係啡復耕種也，就係咧反覆去翻土耕作咁解嘅。所以舐啡兩個字啊合埋一齊嘅意思就係指將原本整齊嘅物品咧翻開打亂，後來就引申為咧指人咧打扮唔整齊啦、不修邊幅啦等等。嗱，日常我哋講，佢着衫咧着到咧舐舐啡啡咁，俾人印象非常之唔好，就係呢個舐啡啦。你哋學到未呢？關注我，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